國銀行提提你，而家時間係晚上6:59。颱風期間，台山嘉翠麗外牆有棚架倒冧，壓喺對開嘅行車天橋上。澳門大橋首次喺8號風球期間有限度開放輕型客車通行。麥德姆晏晝喺廣東湛江徐聞沿海登陸，全省轉移超過15萬人。新聞嘅詳細內容。澳門大橋首次喺8號風球生效期間有限度開放俾輕型客車同特許車輛通行。朝早不時有大驟雨，唔少車輛利用澳門大橋來往澳門同離島區。要喺8號風球期間行澳門大橋，只可以由 A 區澳門橋大馬路以及氹仔北安大馬路入口進入。輕型客車行駛嘅時候，車速不得超過每小時60公里，只可以喺中間車道通行。不過現場所見，有部分駕駛者冇喺中間車道行駛，而採訪車喺橋上通行，過程之中感覺平穩。咁今次係澳門大橋第一次喺8號風球期間有限度開放，咁只係俾輕型客車同特許車輛行駛。另外，如果以大氣旋嘅強度、風暴潮水位、降水量以及風力等因素構成足以妨害公共安全嘅風險，民防聯合行動指揮官可以隨時禁止輕型客車喺澳門大橋通行。澳廣視記者陳淑華報導。8號風球懸掛期間，澳門大橋向駕駛者作有限度開放，有駕駛者認為措施便利，有交諮委建議當局喺大橋附近同埋橋面加強相關限速同埋車道指引。今次係澳門大橋首次喺8號風球生效期間開放俾有需要嘅駕駛者作有限度通行，包括僅允許輕型客車同埋特許車輛行駛，並只可以喺澳門大橋嘅中間車道通行，最高車速不得超過每小時60公里。有駕駛者認為今次措施方便，亦都認同相關限制。打風肯定帶風啊嘛，咁你個限時速60咁有安全，係咪啊？自己有安全，咁嗰啲使用道路者都安全，啱啊！個措施政府做得幾好，安全啲啊，係因為琴晚我過橋嗰陣都吹咗架車，係啊，所以安全啲係好啲嘅，方便啲啊嘛。係如果翻嚟呢區嘅話，係啊，澳門大橋方便啲啊嘛。即係佢淨係去行中間，係咪安全啲啊？定點樣？應該都安全啲，即係都同意限速60咁樣。係啦，都同意，安全啲。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話，今次開放措施受到唔少市民歡迎，而今次8號風球剛好係星期日，澳門大橋開放行駛期間車流未算大，但日後需求可能會增多，建議當局要做好數據收集，並加強橋面指引。佢亦都觀察到有車輛違規使用兩旁車道，呼籲駕駛者遵守當局規定，確保自身安全。我哋亦都見到我哋8號風球都越嚟越多啊！啲風球都越嚟越多。極端天氣越嚟越多嘅情況下邊，咁到底掌握咗呢啲數據之後，要唔要譬如將來如果真係車輛比較多上咗橋嘅時候，咁會唔會有一啲限制呢？譬如會唔會有啲車流嘅限制呢？特別係喺引橋以至到上到去中間車道一橋嗰個上面嘅指示呢，包括通過一啲電子嘅指示，可唔可以做得到？佢又建議當局日後應該考慮將8號風球下嘅行車規範納入新修訂嘅交通法，並加強宣傳同埋執行，保障極端天氣下道路駕駛者嘅安全。澳廣視記者鄭信燕報道。台山嘉翠麗大廈外牆棚架喺颱風吹襲期間倒冧，挨晚完成清理，附近路段已經恢復通車。傍晚嘉翠麗仍然有部分外牆棚架倒掛，多名工作人員加緊清理，放倒喺安全嘅位置。有附近嘅居民認為對出行有一定嘅影響。
我係紅雞市嗰邊做嘢，所以我會有影響，所以我而家咪兜個欄咯。如果唔係就自行咯，就方便啲咯。哦，咁都唔緊要啦，佢而家拆咗就好快就恢復咯。刮緊颱風咧，佢又唔夠膽即刻嚟拆除咯嘛，呢啲可以理解嘅，即係晏晝佢即刻嚟拆除咯，都好快速度啊！而家做緊啦，冇辦法㗎，你依家咁多車流啊，可能就話呢啲啊。台山嘉翠麗大廈外牆棚架喺颱風吹襲期間倒塌，附近道路一度需要封閉。澳廣視記者陸燕曼報導。記者郭善如而家喺現場，咁善如現場情況點啊？好，唔該。咁喺我身後嘅啦，就係正在拆卸重建嘅台山嘉翠麗大廈啦。喺8號風球期間啦，佢外牆嘅棚架啦係發生咗大面積嘅倒塌㗎。咁直接咧係壓咗喺巴波沙大馬路嘅行車天橋上面。咁跌落咗個棚架結構咧，直到挨晚係拆卸完畢㗎啦。睇下現場情況啦。咁經過處理，大家見到原本壓喺行車天橋上面嘅大片嘅棚架咧，已經係妥善清理啦。咁工作人員而家喺天橋上面係做緊一啲路面清掃嘅工作啦，清理緊跌落嘅棚架結構，然後咧就係裝車運走。咁現場嘅工程負責人就表示啦，8號風球解除咗之後咧，已經即刻就派工作人員喺確保安全嘅前提之下進行呢個清理嘅工作。咁直到依家咧，大廈外牆嘅懸掛隱患已經清除咗，咁殘存嘅棚架結構亦都加快處理中。咁除咗行車天橋咧，其實隔離嘅車道咧，依家已經恢復咗通車。咁市民啦都要注意翻，暫時避免靠近呢一片危險嘅區域啦。咁現場情況就睇住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唔該晒。民防行動中心喺8號風球期間，一共錄得16宗事故報告，1人因為颱風受傷。初級法院刑事大樓有棚架一度係搖搖欲墜。喺8號風球期間，警方接報多處發生樹木倒冧或者係簷篷搖搖欲墜等等嘅事故。民防行動中心話，一共錄得16宗事故報告，包括10宗清除有墜下風險嘅物件，3宗處理地盤設施同埋3宗樹木倒冧事件。期間錄得1宗因為颱風而引致嘅輕傷個案。另外，社會工作局8號風球期間開啓4間避險中心，累計有9人使用。保安司司長、民防行動中心聯合行動指揮官黃少澤總結應對麥德姆工作嘅時候話：極端天氣頻密來襲，警示民防工作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而澳門大橋首次喺8號風球生效期間有限度開放俾輕型客車同特許車輛通行，整體通行情況順暢有序。麥德姆站澳保安司司長、民防行動中心聯合行動指揮官黃少澤總結應對熱帶氣旋麥德姆工作嘅時候指，儘管麥德姆距離澳門300公里，但係相關嘅烈風圈以及外圍雨帶為本澳帶來強烈陣風同大驟雨，影響不容輕視。喺民防行動中心統籌下，各部門協作、團結一致、並肩應對，共同保障市民和旅客嘅生命同財產安全。有提及今年至今先後有12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澳，面對極端天氣頻密來襲，警示民防工作絕不能掉以輕心。當前颱風季節仍未結束，期望各家構成員繼續保持警惕，秉持高度嘅危機意識，持續完善各項民防專項應變計劃，推進防災避險嘅宣傳教育工作，通過與社會各界緊密聯動，與廣大市民攜手共同築牢安全防線，致力將突發公共事件對澳門可能造成嘅損害減到係最低。而澳門大橋首次喺8號風球生效期間有限度開放俾輕型客車以及特許車輛通行。黃少澤話：整體通行情況順暢有序。澳門大橋首次有限度開放俾輕型客車同埋特許車輛通行。3條跨海大橋同埋蓮花大橋已發出8號風球之後1個半小時，即係凌晨3時30分封閉。西環大橋下層行車道亦都喺凌晨3時開放俾輕型客車同埋特許車輛通行，整體通行情況順暢有序。
黃兆澤又對民防行動中心、全體民防架構成員、社區民防聯絡機制成員通力協助，各前線同事嘅辛勞付出，以及市民大眾嘅理解同配合，表示衷心感謝。澳廣視記者廖嘉慧報導。麥德姆成為氣象局今年發出嘅第4個8號風球。氣象局話，麥德姆雖然距離較遠，但烈風範圍廣闊，因此唔能夠單單以距離遠近作為係唔係發出風球嘅考量。氣象局總結話，麥德姆中心同本澳保持大約300公里較遠距離，但烈風範圍廣闊，足以覆蓋本澳。加上疊加雨帶所帶嚟嘅強烈陣風，8號風球期間，本澳空曠地區以及大橋風力持續達到8級或以上，因此唔可以單以距離遠近作為係咪發出風球嘅考量。自午夜起，珠江口地區普遍受到9級烈風或以上嘅風力影響。而回顧整個熱帶氣旋信號生效期間，本澳各區錄得最大嘅10分鐘平均風速係達到10級，而錄得最高嘅陣風係達到12級㗎。另外，本局曾經發出咗藍色風暴潮警告，來港一帶部分低窪地區今朝早亦都曾經錄得曾經出現輕微嘅風暴潮水浸。麥德姆係今年第4個8號風球，亦都係今年第12個影響澳門嘅熱帶氣旋。今年同1974年並列成為有紀錄以嚟影響澳門熱帶氣旋總個數最多嘅年份，亦都係繼1993年、2008年、2022年以嚟同一年入面需要4度發出8號風球嘅年份。澳廣視記者陳樹儀報導。公共交通服務喺改發3號風球之後陸續恢復運作。喺下午1點之前，關閘地面嘅巴士站已經排長龍，有市民話趕住返工。其實係一開運就即刻過嚟啊！係啊，一知道1點鐘落風球就提前過嚟等巴士。太趕時間，太多人啦。然之後其實之後嘅心情其實你都會好緊張咯，你驚兩客趕唔切返公司啊咁咯。那你看不知道怎麼做，就是這場旁邊沒有什麼指示牌，然後那個就是剛開始大家就分散的嘛，然後也不知道在哪做。有唔少嘅市民同埋旅客提前嚟到巴士站作等候，咁有市民期望可以作人流管理，以及係增加巴士班次。而喺亞馬拉前地巴士站，亦都聚集咗唔少人喺度等候巴士。對，對，就是過關之後，然後自己就走過來。對，是自己走過來，因為就一直從上面走到大三巴，然後讓他們走下來這裡。而至於澳門往香港方向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亦都喺下午1點恢復營運。而喺8號風球期間，公共交通暫停服務，當局開放關閘工人體育館以及係橫琴口岸入境大廳，俾市民同埋旅客輪候的士。而其中工人體育館朝早一度有大約600人候車。喺改發3號風球之後，候車嘅市民同埋旅客眾多。我們就準備過去坐計程車呀。他現在是停嗎？一直停嗎？因為8號風球的這些公交車會暫停，你知道嗎？這個我知道，我們來的時候已經知道了。但嚟之前知唔知颱風㗎？唔知啊！我琴日嚟嗰時，我喺珠海過一晚夜㗎啦。另外，交通事務局話已經喺星期日預約澳車北上，但係冇通關嘅車輛唔會視作通關失約，亦都唔會計入當月已經使用嘅預約次數。澳廣視記者侯翠怡報導。中央氣象台話，麥德姆晏晝喺廣東湛江徐聞東部沿海登陸，附近城鎮有建築物受損，當局啟動國家4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工作組趕赴災區，又安排2億元人民幣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廣東、海南災後應急恢復。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話，要迅速進入戰時狀態，全力以赴打贏呢一場颱風防禦硬仗。麥德姆登陸後，廣東省湛江市金沙灣海灘風力強勁，樹木被吹至左搖右擺，雜物散落一地。喺湛江市徐聞縣，有建築物嘅鐵皮被強風掀起，支架散落一地。而愛郎漁港被海水淹浸，漁岸部分商鋪出現水浸，多處斷水斷電，通訊受影響。湛江全市實施5停措施，所有高速公路雙向封閉，湛江機場航班今日全部取消。
廣東全省累計轉移超過15萬人，多地開放臨時應急安置點。而海南海口同樣風力強勁，有樹木同護欄倒塌。海口局部地區一度出現130毫米以上嘅短時強降雨，文昌市面亦都狂風大雨，有樹木、廣告牌被吹倒，當地緊急轉移10幾萬人。中央氣象台話，麥德姆下晝大約2點50分喺廣東湛江徐聞東部沿海登陸嘅時候，中心附近最大風力14級，屬強颱風級別。麥德姆將向西偏北方向移動，預計夜間有可能喺廣西再次登陸。受颱風影響，預計今明2日，海南島中西部、廣東西南部、廣西南部同西部等地部分地區有暴雨到大暴雨。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仲會睇下。氣象局展望中秋節假日期間，驟雨逐漸減少。解放軍美塗裝嘅殲35A 戰機首次亮相，應用咗大量新興技術。新濠國家娛樂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澳門金融界籌備慶祝活動常設委員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銀河娛樂集團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澳門經濟越嚟越好。我想要有更多發展機會。最緊要安居樂業，想有更想正嘅精彩嘅退休生活，咁就要由而家開始做準備啦。希望政府服務第一，識儲錢，證明嘅你要提前做好理財規劃，保障退休之後嘅收入。第二，識儲健康，建立良好嘅運動、飲食同埋作息習慣，身體健康先享受到退休生活嘅樂趣。第三，識儲興趣，發掘同培養自己嘅興趣，規劃好退休生活。第四，識儲朋友，擴闊自己嘅生活圈子，對心理健康好有益處。及早規劃同準備，活出精彩退休人生。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新事務部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喺華人文化藝術中心呈現安撫和平豐子愷。工人澳門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帶你走入豐子愷嘅漫畫世界。9月17日至11月21日，皇琴文化藝術中心與你相約。先生，呢件西裝係修身剪裁，可以睇到呢個線條㗎。皇琴文體通微信小程序預約免費門票。我攞多2個碼俾你試，同你嘅身形好襯㗎。澳門金融界籌備慶祝活動常設委員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你嘅服務真係無價，又細心又貼心，我俾你個讚，多謝你。零售唔止係賣貨咁簡單，今日為客人打造貼心體驗，而且公司會根據員工嘅工作表現提供分紅同晉升機會，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呢個係為客做服務每分做。球聯賽直播，澳門體育澳廣視網站及澳廣視1，星期日晚10點3，西維爾對巴塞羅那。那远香的位置就让你顶替了。啊，我不可以的，老師。怎麼會這樣？我不知道還可以活多久。你可以幫我保密嗎？明年比賽都沒有參加，你覺得我的確會進嗎？孺子可教也。今日中午12點，晚上9點，澳視澳門。堅定理想信念，鮮明政治導向。今個國慶黃金週，氹仔舊城區關前後街將化身成臨時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10月1日至7日，每日中午12點至晚上7點。氹仔舊城區臨時行人專用區，從益隆炮竹廠出發，一路行到路氹歷史館。
另外，今次仲喺關前後街新設臨時行人專用區，由大三巴進入關前後街，一路漫步至草堆街。現場仲有警員同埋工作人員提供協助，等你安心出行。大家出發之前記得留意臨時交通安排啦。亦可以透過交通事務局網站、手機 App 或者微信公眾號掌握最新動態。大家快啲嚟感受下澳門街頭嘅節日魅力啦！祝大家慶節快樂 ！TDM App 網上重溫。繼續新聞時間，氣象局預料3號風球會維持一段時間，展望中秋節假日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受到颱風麥德姆嘅影響，本澳今日大致多雲，有驟雨及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雷暴。而隨住麥德姆已於廣東湛江市登陸並進一步遠離本澳風力將逐漸緩和。然而，由於受到麥德姆嘅外圍雨帶影響，今日間中仍有大驟雨，風力達6級及有陣風。展望中秋節假日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本週中後期受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天氣酷熱及大致天晴。中秋節又到，唔少市民已經買好應節食品。有生果檔同埋餅店話，假期市民外遊，加上近年嘅送禮需求減少等等，銷情冇以往好。過節除咗可以買傳統月餅，亦都有食店教小朋友製作包含澳門特色飲食文化嘅土生月餅，為傳統節日增添新意。一齊睇下。中秋節到啦，今年大家會準備啲咩過節呢？買啲水晶梨啊，啲柚子嗰啲啊，或者啲冰皮嗰啲，或者都買一盒嘅。買嚟試啊嘛，元宵節啦。佢哋有冇送月餅俾你哋嘅？有，錢啊、月餅、水果佢哋有佢拎過嚟啦，所以我唔需要自己買。買啲素食嘅月餅，健康啲嘅。咁平時冇食開齋咁啊，月餅真係好肥膩嘅，咁啊一年一次咁啊試下食下齋月餅咯。有生果檔話，近年市民送禮需求減少，銷情冇以往好。又話近期應節生果嘅來貨價同埋售價都保持平穩。少好多，差好多啊！似樣樣嘢都好旺㗎，覺得好多人重視啊，送禮啊。今年到而家好似我哋出去旅遊、出去玩啊，冇乜嘢，好似好難買。而家都翻到好少貨啦，樣樣嘢都翻少。有售賣咗幾十年傳統月餅嘅餅家認為今年中秋假期較長，唔少人外出遊玩，預計銷情比上年略低。又話消費券幫助下，星期六日嘅生意相對較好。不過我哋要街坊生意為主嘅，同埋啲上咗年紀嘅都係比較偏向中意食啲五仁多啲咯。2000盒到咯，大概我諗都係咁上下啦。今年預計都係差不多啦，都係差唔多啫。因為我哋做街坊唔會話嗰個波幅太大咯。除咗買月餅，亦都有人會親手製作搓薄餅皮、包入餡料。呢啲製作步驟睇落同傳統月餅差唔多，但其實係呢間土生葡菜食店原創嘅土生月餅。呢一日舉行嘅工作坊就教小朋友動手製作。要做到好薄嘅，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就會辣㗎，就入到去，整到月餅啦。有家長認為活動節日氣氛同埋教育意義兼備。葡國喺澳門都好多年啦，人哋都會將啲嘢 mix and match 嘅，即係中國嘅月餅經常都會食到啦。咁就試下葡國菜嘅月餅，睇下。其實主要都係想佢了解葡國嘅特色嘅，傳統嘅元素好濃啦，就係都係一個中國嘅大節日咯，所以就俾佢哋認識更多呢個節日裡面究竟有啲咩傳統嘅文化喺入邊咯。之前報嘅就比較中式啲嘅，呢個係比較新穎啲嘅第一次。店鋪負責人希望俾親子可以喺簡單嘅動手過程當中體驗過節樂趣。因為我哋叫做土生月餅啦，因為我哋喺度傳承緊土生葡菜嘅，咁但係土生葡人係未有我知識嘅就係冇月餅嘅。我覺得土生葡人應該除咗原有嘅菜式，可以添加啲新嘅元素。土生有一個叫做薯仔蛋糕，又係一個唔好叫失傳，好耐都冇人去做嘅蛋糕，去配合我哋一個時日先至會食嘅雞蛋糖。佢有期望透過融合各式傳統節慶元素，傳承澳門特色飲食文化。澳廣視記者鄭信燕報道。
市政署表示，喺麥德姆閘澳之前，已經同兩南公司啟動鮮活食品保供預案，確保中秋節鮮活食品供應穩定。市政署表示，屠宰場存有活豬486頭、活牛19頭，以底澳蔬菜供應量大約220噸，果類57噸，供應穩定充足。喺8號風球除下之後，再來貨420頭活豬，各類鮮活食品亦都陸續抵澳，以備中秋節市民嘅消費需求，確保鮮活食品持續供應穩定。央視首次公開解放軍第5代戰機殲35嘅機庫，未塗裝嘅殲35A 亦都首次亮相。採用單座。最近央視記者獨家探訪航空工業審飛機庫，呢一度正生產中國自主研發嘅首款人身艦載機殲35。殲35嘅總設計師話，呢一款解放軍第5代戰機嘅核心技術包括採用高度集成設計，咁相比另一款艦載機殲15，殲35體積變細，但信息化程度更高。另外，殲35嘅人身設計亦都能夠令對手見唔到佢。殲35它最大的特點就是隱身，就是要講低可探測性，就是我盡量的隱身，盡量的不被對手提前發現，我實現我先看到你，我先打你，解決這些問題的，這樣話就戰場上不就有優勢了嗎？央視亦都首次公開未塗裝嘅空軍營殲35A 綠皮機。殲35A 係多用途戰鬥機，具備對空、對地、對海作戰能力，並針對新嘅場景應用大量新興技術，實現快速研製、快速迭代。單純從隱身的角度上來看呢，這個飛機外頭呢沒有任何的凸起呢，可能來看隱身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從我們研發者的角度上來看呢，這飛機畢竟是一個整體，我們除了就是它的隱身特性呢，我們還要考慮它的，比如說它的作戰啊、它的飛行啊、它的種種就是結構啊、強度啊、它的種種的這個特性。所以說，在我們的這個設計之後呢，就是形成了35A現在的這款飛機。至於點樣區分兩者，專家話海軍型艦載機殲35採用摺疊機翼設計，尾部亦都有攔阻鈎，能夠實現喺航母上短距離降落。而殲35A 由於唔需要考慮艦上嘅收納問題，機翼係呈固定嘅菱形，亦都冇尾鈎。專家又話，兩者共同組成一機多型、海空聯生嘅作戰體系，能夠發揮出1+1大於2嘅作用。澳廣視記者李子晴報導。美國聯邦法院頒布臨時禁令，禁止總統特朗普喺波特蘭市部署國民警衛隊。而喺芝加哥，由於連日爆發反驅逐移民示威，並演變為警民衝突，特朗普授權向當地部署300名國民警衛隊。美國第3大城市位於伊利諾伊州嘅芝加哥，連日爆發反驅逐移民示威，示威者同執法人員爆發衝突，互相推撞。執法人員用胡椒噴霧同發射橡膠子彈驅散人群，期間有接觸到胡椒噴霧嘅示威者要用清水清洗眼睛。白宮星期六發聲明話，為保障聯邦政府人員同資產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授權部署30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到芝加哥，又強調特朗普唔會對困擾美國嘅不法行為視而不見。民主黨籍嘅伊利諾伊州州長普納茲克批評特朗普嘅做法令人憤慨，形容咁樣係對當地人民嘅侵略行徑。另一方面，俄勒岡州嘅波特蘭亦都有示威者聚集喺海關及移民執法局設施外，抗議特朗普計劃向當地部署國民警衛隊。波特蘭今年6月起發生多輪反驅逐移民示威，特朗普早前宣布要向當地派遣200名國民警衛隊應對國內恐怖分子。俄勒岡州同波特蘭政府早前入稟法院作出控訴，聯邦法院裁定目前波特蘭嘅示威規模未足以證明需要國民警衛隊執法，決定暫時禁制特朗普喺訴訟審理期間向波特蘭部署國民警衛隊，禁令將生效到今個月18號。澳廣視記者梁雅詩報導。再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仲會有工展會最後一日，唔少市民把握時間選購心儀產品。
永利，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藍光集團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藍光集團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美高梅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祝願國家昌盛，人民安康。特區政府重建設體育強國嘅高度，參與承辦第15屆全國運動會，做好競賽組織工作，彰顯制度優勢，講好灣區故事。發揮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等傳統知名賽事嘅作用，打造具吸引力嘅國際體育盛事，強化內聯內通，將澳門打造成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嘅橋頭堡，同中西文明交流互鑑嘅重要窗口，打造高層次嘅國際文化演出，深入推動一基地、東亞文化之都同演藝之都嘅建設。國泰民安。歡迎收睇《澳視新聞檔案》。傳承愛國心，80年的啟示，放眼世界。金沙中國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多元化澳門中銀與大中銀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今個國慶黃金週，氹仔舊城區，大家去到氹仔舊城區，美食臨時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有11日至7日，每日中午12點至晚上7點。氹仔舊城區臨時行人專用區，從益隆炮竹廠出發，一路行到龍潭歷史館。另外，今次仲係關前後街新設臨時行人專用區，由大三巴進入關前後街，一路漫步至草堆街。現場仲有警員同埋工作人員提供協助，等你安心出行。大家出發之前記得留意臨時交通安排啦。亦可以透過交通事務局網站、手機 App 或者微信公眾號掌握最新動態。大家快啲嚟感受下澳門街頭嘅節日魅力啦！祝大家國慶節快樂！弘揚民族精神。只有充滿自信的文明，才會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時，包容借鑑吸收各種不同文化。走火樓梯係同生時嘅生命線，係梯間堆藏雜物，除咗係自私嘅行為，發生火警時，甚至會危害自己及他人嘅生命安全。為人為己，切勿阻塞走火通道。那遠洋的位置就讓你頂替了。全運會同殘特奧會將會喺11月及12月舉行，屆時全國頂尖運動員匯聚澳門，為大家上演一場場精彩絕倫嘅賽事。你可以幫我保密嗎？你連比賽都沒有參加，你覺得我去會進嗎？同樣精彩，等我哋一齊期待全運會同殘特奧會。孺子可教也。今日中午12點，晚上9點，澳視澳門。係新聞時間。第11屆澳門工展會最後一日，唔少市民把握時間選購心儀產品。有參展商戶話，喺全城消費大獎賞嘅推動下，市民消費意願提高。第11屆澳門工展會嚟到最後一日，市民購物嘅心情冇受到天氣影響，展會現場依然人頭湧湧。有市民話受颱風影響，展會到晏晝先重新開放，所以把握時間到現場選購心儀產品。因為我又抽咗獎啊，所以我就諗住過呢邊嚟消費啦咁樣。用嘅嘢都有，不過就之前買咗嘛，而家買呢個食嘅嘢為主。亦有旅客話第一次參加類似活動，認為展會產品具有澳門特色。我覺得還不錯啊，就像是台灣的市集這樣子，對吧？一個小小的一個小小的商店街這樣子，還不錯，對啊。有參展商會認為喺國慶假期帶動下，今屆展會人流比較多。全城消費大獎賞亦推動到市民同旅客消費意願。譬如等到星期六日咧，已經有得用嗰個抽獎券啊，咁佢哋就會揀星期六日就會攏埋一齊過嚟買嘢咯。
有商戶就話自己銷情未如理想，會再研究更多特色產品。下一屆再參加？好啊，會嘅。會唔會再推出啲咩新嘅特別啲包裝嘅產品？都會諗下嘅，都會繼續推出下啲吸引啲旅客咯。佢又希望下一屆展會繼續增加宣傳。澳廣視記者葉朗婷報道。15運會及殘特奧會將會喺11月舉行，有團體喺福隆片區舉辦以全運會為主題嘅市集，期望透過多元活動推動社區經濟發展。工商聯會喺福隆新街舉辦以全運風尚、咖啡文創匯福隆為主題嘅市集活動，有近20間中小企參與，並聯同社區40間商戶設線上立減消費券，設有手工文創、咖啡同沉浸式劇本殺活動。因為呢段時間黃金週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多方面嘅一個提升同埋推廣嘅話，生意我諗持平到賺少少都好 OK 嘅。主辦方話，今次活動透過劇本殺互動形式，令遊客深入了解澳門特色店鋪，期望將更多人流帶入福隆片區。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劇本殺形式，了解福隆新街嘅歷史啦、店鋪啦，以劇透形式啦，等多啲遊客可以帶動多啲入嚟唔同片區，分流到等當地嘅中小企咧，亦都可以結入翻我哋嘅工商聯嘅企業咧，聯動翻一啲唔同嘅一啲產業。活動由10月1號起舉辦至10月26號。澳廣視記者黃潔儀報導。8號風球期間，本澳市面風力時強時弱，氹仔市面有唔少人流。有導遊話需要到港珠澳大橋口岸接團，因應颱風靈活調整行程。而喺內港一帶，商戶話今次颱風唔太擔心。麥德姆吹襲期間，部分地區風力強勁，空曠嘅地方可以話係橫風橫雨。喺朝早7點幾，氹仔市面風力同雨勢時大時細，人流逐漸增多，有市民外出跑步同帶犬隻散步。夜晚嘅時候聽到比較大風咯。咁有冇做防風措施咧？有啊，就喺屋企貼咗個米字咯，係啦。而家準備去返屋企。有市民話自己從事導遊，需要到港珠澳大橋口岸接待旅行團。行程會因應颱風而靈活調整，因為佢哋嘅行程係規定咗呢個時間，佢哋嘅要翻去有時間噶嘛。希望佢嗰個風球可以快啲落咯，咁就照正常行咯。喺內港有店鋪外嘅帆布棚被吹爛。喺朝早9點幾，內港一帶市面人流增多，有市民話落樓食完早餐之後就翻屋企。而家咧感覺咧就好似冇琴晚咁大咯，不過都仍然都有啲陣風比較大，都比較大咯。咁啊，水浸方面，我哋今日好似冇乜水浸嘅。內港一帶嘅商戶陸續開始營業，咁有商戶就認為今次風力唔算太強。係啊，等你攞個8號風球，個大橋嘅解封，我哋送貨嘅。亦都有漁民趁風力雨勢減弱，翻去睇下船隻嘅情況。澳廣視記者黃山報道。本澳嘅海空交通亦都喺改發3號風球之後陸續恢復，有旅客話乘搭嘅航班受到影響。隨住颱風麥德姆逐漸遠離本澳，澳門國際機場開放櫃台辦理乘客登機手續。2點的，然後現在延誤到6點。對，然後很早就來，然後今天的的士很不好打。從11點多延誤到12點50，然後從12點50延誤到2點多，現在將近3點。感覺怎麼樣？時間稍微有點長延了。而喺港澳碼頭有大批旅客滯留，有旅客喺售票處排隊，部分旅客話唔知道停航消息。來了澳門幾天啊？來了2天。就是今天是原定回去內地那邊。沒有，我去香港。去香港玩，然後就是來到碼頭這邊才發現停航了。對。有知道停航的消息嗎？知道。那為什麼這麼早過來這邊？我們訂的是12點半的船，所以不就12點左右到嘛。然後人家發現停航了。因為你們那個叫 app 上面說的是12點半左右就開始正常巡航了嘛。
海事及水務局協調船公司做好復航安排，往返港澳海上客運陸續恢復。澳廣視記者黃海山報道。珠海持續推動國際醫學交流。近日一名嚟自葡萄牙嘅外科醫生喺珠海一間醫院完成為期1個月嘅學術交流，期間深入了解內地醫院嘅臨床工作。一齊睇下。喺交流期間，嚟自葡萄牙嘅馬盧醫生重點進修普外科腔鏡技術。佢通過手術觀摩、病例研討同埋隨同查訪等方式，深度了解醫院嘅臨床工作。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對我會有利。當時我們做的跟中國不太一樣，給人家友好關係，這個交流給帶來學的很多東西和發展。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國家的這個醫生同行或者病人來我們這裡求醫求學，這樣呢，就是一方面把我們的這個好的技術向外傳播，另一方面其實也把我們的文化、精神面貌讓更多人知曉。中山大學附屬第5醫院話，目前已經同多個歐美同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建立咗穩定嘅交流機制，未來將會繼續拓展國際合作，推動更多醫療技術走出去，並歡迎全球醫學同仁走進來。澳廣視記者陳宇龍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同意喺加沙設置初步撤軍線，等待哈馬斯確認之後，停火將會立即生效。與此同時，全球多地有示威聲援巴勒斯坦人，其中羅馬爆發警民衝突，而倫敦大約500人被捕。意大利羅馬連日有民眾上街聲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議以色列攔截試圖向加沙運送救援物資嘅國際船隊。示威者一度同警方發生衝突，有人焚燒車輛，現場傳出爆炸聲。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部分示威者被拘留。警方估計當地星期六有大約25萬人遊行。除咗意大利，全球多國週末都有示威。英國倫敦警方拘捕大約500人，而以色列第2大城市特拉維夫亦都有集會，敦促政府結束加沙今輪持續近2年嘅戰事，令所有人質獲釋。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六喺社交平台發文，話以色列已經同意喺加沙設置初步撤軍線，美方已經向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說明，一旦哈馬斯確認，停火將即刻生效，衝突雙方將開始交換人質同囚犯，為下一階段撤軍創造條件。外電報道，根據特朗普發布嘅初步撤軍線地圖，以色列完成初步撤軍之後，仍然將控制加沙大約70%土地，包括南部拉法、漢尤尼斯同部分北部地區等大片土地。哈馬斯可能會反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日發表視像聲明，證實以色列將同哈馬斯就加沙停火第1階段舉行談判，並威脅第2階段可能用軍事手段解除哈馬斯武裝。內塔尼亞胡又話，已經指示以方代表團前往埃及，最終敲定以色列人質獲釋嘅技術細節，並要求談判喺幾日之內完成，希望未來幾日能夠宣佈所有人質歸還嘅消息。哈馬斯較早前話同意特朗普提出嘅結束加沙衝突20點計劃嘅部分條款，包括同意釋放所有人質同交出人質遺體，並將加沙管理權移交俾一個獲得阿拉伯同伊斯蘭國家支持、由巴勒斯坦技術官僚組成嘅獨立機構。澳廣視記者李志晴報導。休息翻嚟體育消息有。中國乒乓球大滿貫，國家隊嘅黃曼優擊敗孫穎莎，奪得女單冠軍。動感較稱為你送上從山下的光與影，跨越時區嘅團圓。中秋節當晚，婆婆悶悶不樂，小雅提議大家玩遊戲，只要有人嘅手機響，就要讀出信息嘅內容。而身喺葡國工作嘅阿姨呢個時候收到信息，雖然阿姨無法返屋企，但係一家人嘅心仍然緊緊連喺一齊。記得留意6點鐘動感較稱。咦，咩聲嚟㗎？
呢個係高點預警警報，代表特區正在執行疏散撤離計劃。低窪地區嘅人士仲會聽到低窪預警警報及廣播。為咗確保安全，低窪地區嘅人士應該盡快收拾好個人物品及應急包，關好電掣同埋石油氣掣，有序咁撤離到安全嘅地點。冇錯啊！而當聽到高點同埋低窪緊急警報， TVB App 網上重溫。就表示情況十分嚴峻，受水浸影響嘅人士應該立即撤離到附近嘅高地。雖然我哋唔受水浸影響，但都要儲備好2至3日糧食及飲用水，並做好防範措施啊！咁我哋快啲去接住喺低窪地區嘅嫲嫲過嚟先。想查詢更多資訊，可以參與小冊子或瀏覽警察總局網頁。獨特嘅思想魅力，去回收啦！梗係去回收啦！巨大嘅實踐偉力。歡迎收看環保局嘅環保加分站可以回收廚餘啦！回收廚餘之前，記得隔走啲汁同水，同埋自備容器拎去回收啊！大件嘅骨頭、太硬嘅殼、金屬、玻璃、筷子、膠袋呢啲都唔可以放入廚餘桶㗎。回收咗嘅廚餘仲可以重新變成有機肥料添。到等乜嘢啊？廚餘回收好晚會依託實景山水，以熟稻為媒，明月為核，營造越從熟到精。人香更飄遠嘅意境，醒你兩招啦！為全球觀眾奉獻一場煥合民族底蘊同時代精神一體嘅團圓盛宴。我們邀請你一起過中秋嘅時候，朋友們德陽雙基金先啱。第二式費用全面睇。除咗基金直接產生嘅費用之外，仲要連埋中秋節晚送發點，即係基金建設喺國家基金所產生嘅費率，兩個加埋先係總費用比率。3地承辦嘅第10屆全國運動會，今年嘅11月9號拉開序幕。殘特奧會就會喺12月8號展開，澳門將會承辦5個比賽項目，以及2個特別奧運項目。開放時間由10月1日至7日，每日中午12點至晚上7點。氹仔舊城區臨時行人專用區，從益隆炮竹廠出發，一路行到路氹歷史館。另外，今次仲係關前後街新設臨時行人專用區，由大三巴進入關前後街，一路漫步至草堆街。現場仲有警員同埋工作人員提供協助，等你安心出行。大家出發之前記得留意臨時交通安排啦，亦可以透過交通事務局網站、手機 App 或者微信公眾號掌握最新動態。大家快啲嚟感受下澳門街頭嘅節日魅力啦！祝大家國慶星期3晚7點半澳門體育首播。體育消息：全澳排球聯賽女子甲組，中信局數3-0擊敗狼體會 A， 贏得開季首場勝仗。83嘅中信上季喺初賽嘅排名壓過狼體會，壓線進入第2階段嘅比賽，最終收穫第4名。新一季首場迎戰狼體會 A， 首局去到中後段比分先稍為拉開一啲，率先去到局點嘅中信由鄭永南喺4號位嘅扣殺打對方捉手出界，協助球隊以25-22先勝奪人。兩隊嘅人腳變化唔算太大。第二局狼體會 A 進攻失靈，中信把握機會擴大優勢，大勝25-11。落後到2局嘅狼體會 A 亦都冇退路啦，吳子欣果斷出手，狼體會 A 領先5-1。中段仲一度拉開7分差距㗎，但冇將大好形勢維持。鄭永南將個波安全打過網，狼體會 A 嘅球員有啲大意啦，以為出界冇接，俾對方追成23平手。呢一局要打到去刁時，狼體會 A 未能夠攞到呢一局，中信險勝26-24，結果直落贏3局，收穫開季首場勝仗。同日另一場上演同門球隊之間嘅較量，紅衫嘅培正 B 首戰面對培正 C 所受嘅挑戰唔太大，先贏一局25-17。培正 C 係上季月一組冠軍，列支升班馬首場局數0-3輸俾衛冕嘅紅藍，想要喺甲組爭取首勝，仲要加把勁啦。今場未能夠為一班師姐帶嚟威脅，培正 B 喺1-2傳呢一個環節上面表現都較為穩定，而相同比分25-13連贏2局，成場只係用咗大約1個鐘頭，大分3-0擊敗培正 C， 首輪旗開得勝。培正 C 就遭遇2連敗。澳廣視記者何思琪報道。
手球銀牌賽男子 B 組，玉清以39-18擊敗炮兵，收穫3連勝，以小組首名晉級8強。兩支球隊賽前都收穫2勝，肯定獲得出線資格。今仗碰頭爭 B 組首名，白衫嘅玉清早段發起猛烈攻勢，龔家樂突破起手命中個人攻入7分。玉清嘅兩翼快攻得心應手，左路嘅凌子桓都有7分進帳。炮兵雖然極力抵抗，無奈分差越拉越開，最多拉開22分㗎。玉清呢邊不斷開火，盧力陽貢獻5分，最終玉清以39-18大勝炮兵，喺 B 組3戰全勝，收穫首名出線資格。炮兵就以次名晉級。女子組方面，身處 A 組黑衫嘅玉清，分組賽最後一輪對華友，亦都收穫一場大勝。快攻得手嘅梁嘉琪攻入最多9分。落後嘅華友組織到唔少攻勢，只係過唔到馮楚瑩把守嘅最後一關，半場落後4-17㗎，全場得分都冇辦法突破雙位數。相反，玉清呢邊火力維持，麥淑賢同方玉華合力攻入15分，協助玉清大勝34-9，收穫3連勝，以小組首名出線。華友亦都以次名打入4強。女子 B 組撐藍衫嘅單車底力曾特惠，面對體校聯亦都能夠收穫勝仗，喺張葉林個人獨取9分之下，帶領球隊拉開分差。隊友盧子婷亦都收穫7分，協助單車仔大勝37-8，分組賽以2勝1負完成，鎖定一個4強席位。澳廣視記者毛維勤報導。本台今晚會播出2場足球賽。澳門體育夜晚8點播出亞洲冠軍精英聯賽，丁田澤維亞作客馬來西亞嘅尤法。緊接喺10點15分就直播西班牙甲組聯賽，西維爾主場對巴塞羅那。到時澳廣視網頁同移動裝置應用程式會同步播出，敬請留意。世界職業乒乓球大聯盟中國大滿貫，國家隊嘅王楚欽直落4局擊敗法國嘅黎賓，奪得男單冠軍。至於女單決賽，國家隊嘅王曼昱局數4-2反勝同胞孫穎莎，首奪錦標。呢場國家隊內訌戰由頭2號種子紅衫衛冕嘅孫穎莎同王曼昱上演，鬥得難分難解，首局6度平手。孫穎莎頂住高壓，刁時險勝12-10先下一城。接住一局，賽段以一波5-1攻勢領先，但係王曼昱並未氣餒，連攞4分追到5平，尾段亦都保持強勢，贏11-7攀平大分。兩人今屆分別已經係混雙同女雙奪冠，已經且相當熟悉對方嘅打法，強對碰就睇現場發揮啦。王曼昱接住2局都能夠壓制對手，以11-9同11-5連贏2局，大分3-1反超前。決賽鬥7局4勝制，世界第一嘅孫穎莎冇晒退路，放手一搏，打法強勢，以11-8追翻1局，但就喺第6局再度處於下風。王曼昱更冷靜應對，逼到孫穎莎出現失誤，大勝11-2。最終王曼昱局數4-2反勝孫穎莎，首奪中國大滿貫女單錦標。澳廣視記者劉麗邦報道。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皇家馬德里主場3-1擊敗最後得10人應戰嘅維拉利爾，錄得7勝1負，多踢一場之下，暫時排榜首。上一輪馬德里打比戰，白衫嘅皇家馬德里慘敗2-5，終止開季6連勝走勢。今輪喺主場硬撼積分榜第1位，排喺第3嘅維拉利爾，馬巴比傳翻出嚟俾馬斯坦托路，喺12碼點位置嘅射門俾維加擋到。雙方都有開紀錄嘅機會㗎。奧盧華斯以壓贏後生同埋今仗傷愈回歸嘅米列達奧入到禁區起腳，但過唔到高圖爾斯把守嘅最後一關，半場互交白卷。換邊後，主隊靠住雲尼斯奧斯打破場上僵局，喺左路嘅突破推入禁區，射門省中高美莎拿之後改變方向，個波近處入網。下半場1分鐘，皇家馬德里領先1-0。呢位巴西前鋒不斷挑戰維拉利爾嘅守衛，呢次喺心臟地帶俾馬連撞跌，球證直指12碼。雲尼斯奧斯親自操刀，射得都係麻麻㗎啦，只係迪拿斯未能夠阻止個波入網。雲尼斯奧斯梅開2度，落後到0-2嘅維拉利爾之後，把握皇家馬德里防線稍一唔集中，米卡達迪斯喺禁區頂1控1射，下半場27分鐘追成1-2。
但4分鐘之後，莫連奴因為侵犯雲尼斯奧斯收到個人第2面黃牌離場。打少一人嘅維拉利爾今場1分都攞唔到，主隊喺比賽尾段有麥巴比埋齋，攻入今季個人第9個聯賽入波。結果皇家馬德里主場3-1擊敗維拉利爾，8戰過後錄得7勝1負。澳廣視記者何思琪報道。新聞報導員在位。歡迎收睇天氣報告。今日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雷暴，吹7至8級東南風，後轉5至6級有陣風。截至下午5點，氣溫介乎攝氏22至28度，相對濕度介乎79%至97%之間。各區最高空氣質量指數22至30之間，水平屬於良好。今日錄得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5.6，級別屬於中等。3號風球仍然生效。而家由氣象局氣象技術員李興偉，我哋講下呢幾日嘅天氣概況。3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3號風球將維持一段時間。而隨住麥德姆於廣東湛江市登陸並進一步遠離本澳風力將逐漸緩和。然而，由於受到麥德姆嘅外圍雨帶影響，今日間中仍有大驟雨，風力達6級及有陣風。展望中秋節假日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本周中後期受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天氣酷熱及大致天晴。再睇聽日詳盡嘅天氣預測。預測聽日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初時有幾陣驟雨，吹3至4級東南風，間中5級有陣風，氣溫大約係攝氏25至30度，相對濕度介乎70%至95%之間。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7，級別屬於高。各區最高空氣質量指數25至50之間，水平屬於良好。最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到呢度，拜拜。TVN 新視點，澳門綜藝逢星期日晚8點半，星期二下晝4點播映習近平經濟思想系列。